干嘛念嘛，吼啊，所以这就是来讲，咱今日这个唔是一般顶的人物。你今日是要食啥？你今日是要去读倒？你今日是安怎要来做这听大乘法？是安怎大乘法你听人别人听无？是啥物物件？哦，迄项根基有关系咧，和地有关系咧，和你过去一分二分三四五分情人有关系咧，迄毋是无关系咧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但是咱今日一定要了解，咱今日虽然你切的是凡夫，你外口这个叫其实佛教，伊加穿了加西，出家伊是穿了加西，其实同样嘛，甲咱相像嘛。啊，那安尼迄领加西会当带来改条件，迄是因为因着因佛教的规矩，因爱去穿三领衫，一领叫金家嘞，一领叫伊多罗僧。一个叫安陀会，哦，增加咧，就是咧讲叫做作为嘛，因若咧做人会，因一定爱把因听迄个作为啊，就参照咱咧做人会，咱是咧穿头盔衫。啊，因为伊多罗僧就是个入众义，就是因为即个做人会衫脱起来了后，你咧入众听道理，你是不是一定爱穿个伊多罗僧，迄叫做入众义？啊，一个叫做安陀，啊，一个叫做安陀会，啊，一个叫做伊多，一个叫做增加类。啊，增加类咧叫福田医，迄个叫做大医。啊，那福田医是咧记啥物名啊？记福田，记大官，记大圣，甚至你今日要去化验，你要穿迄个哪？增加类。像咧你穿咧增加类，人福报互你，你袂使穿工作衫去化验。你袂使穿入众医去人化验，你爱穿迄个增加嘞，迄个福田医嘛，吼，叫做大医嘛。你讲化验，你若使凊彩袂穿一衫去，无理嘛。就参照咱伫修行的内底当中，阮穿一圣服、圣服啦，吼，圣服，咱道中要穿一长衫，安尼咧。迄有规矩咧，毋是无规矩咧。咱讲叫三衣一钵，啊钵有分做大钵、中钵、小钵。哦迄个，因为迄个钵的内底，咱头过是讲过，哦，你今仔大量是大钵，你今仔中量是中钵，你今仔小量是小钵，但是迄个钵有两种，第一种是用铁做，第二种是用瓷器做，唯有这两种。伊的钵内底当中空是说个空啊，因为面积较大，暗仔较大，因为那个因伊伫芳物件做出。第二是惊哪？惊冷气，哦，因为伊都是在高尚。毋过呢，像即仔当中，拢是一个哪？拢是一种伊的象征性的物件。以前佛教，你像你去到即个庙寺内底当中，你敢有卖回向你用迄个钵咧食？照安尼磕，逐人用钵咧磕啦，用钵讲迄个钵。毋过呢，因三米一钵，因这个。因的叫做传播，叫做三米一波嘛，哦，这是因的规矩，那叫做处地起义。处地起义就讲因的化验就是叫规矩啦，袂使无叫规矩啦，哦，因的规矩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因为咱今日。